教宗方濟各係喺2014年8月17號嚟訪韓嘅。咁佢嚟嘅目的呢，就係會晤亞洲主教啦，喺海美朝聖地嗰度約有400位亞洲主教會面，同埋主持呢個彌撒，喺海美古堡為第6屆亞洲青年節主持閉幕彌撒。教宗方濟各在訪問時特別提到呢一啲無名殉道者嘅聖地，呢一座聖地也喺2021年3月1日被梵蒂岡正式認可為國際嘅朝聖地。呢個海美殉道地嘅特色係殘酷歷史與國際地位。呢一度喺19世紀丙人迫害嘅主要刑場，當時多達2000多名信徒被集體活埋殉道，只係記錄咗120位名字。喺2021年獲得教廷認可為國際朝聖地，係亞洲第3個獲得呢一個認可嘅聖地。佢仲有一個特色，就係叫做耶穌瑪利亞谷。殉道者被處決時大聲喊耶穌瑪利亞，所以呢一個地方亦都得名係叫耶穌瑪利亞谷。佢仲有一個16米嘅紀念塔，屹立喺海美殉道旁，紀念數百名無名殉道者，包括作為刑場嘅海美入城西門之外執行酷刑嘅路槐樹同埋大石板，以及處決用嘅水坑。韓國聖堂嘅建築，聖堂融合咗韓國傳統嘅建築特色，例如採用韓式青灰色塗瓦和微曉嘅屋檐，同自然嘅景觀和諧相融。就紀念館中陳列着有骸骨，係聖族工人哋瞻仰嘅。簡單嚟講，海美殉道聖地不僅係紀念韓國天主教殉道者嘅地方，佢嘅殘酷歷史、國際嘅地位和獨特嘅建築，都使到極具代表性。